喂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刀仔第40戰1月嘅25日，沙田嗰一日係有11場嘅草地賽事嘅。喂，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我係刀仔。首先我先介紹我哋嘅頻道先，我哋嘅頻道嘅影片最主要係分成2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就係 tips 嘅部分，而第二個部分就係賽果分析嘅部分。而賽果分析嘅部分，我哋最主要係由我設計嘅二分法，希望可以帶俾大家馬迷去理解二分法，去點樣處理一啲揀馬嘅程序或者係一啲技巧嘅。咁希望能夠幫到大家馬迷揀到心儀嘅馬匹。到最後，多謝晒所有馬迷嘅支持。祝大家馬迷朋友仔身體健康，同埋工作順利。好啦，以下呢個圖表就係簡單二分法嘅架構樹狀圖，同埋3大嘅法則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，可以睇翻第74戰同埋第75戰，裏面有詳細解釋呢個簡單二分法嘅運用嘅。喂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刀仔啊！嗱，咁我哋嘅刀仔大家庭咧就已經正式推出噶啦。咁會員大招募嘅影片咧，亦都擺咗喺我哋嘅首頁嘅頁面上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睇會員大招募嘅影片，裏邊咧就會詳細介紹我哋會員版裏邊有咩資訊，同埋未來有咩資訊噶啦。咁暫時咧每個賽馬日咧就會有3條影片上載嘅，咁係暫時嘅。咁亦都會包埋我哋嘅 WhatsApp。未來會出嘅 WhatsApp 群組嘅，咁咧就另外咧，如果想加入嘅話咧，只要喺訂閱掣隔離有個加入掣嘅，只要撳嗰個加入掣就可以啦。好，咁啊歡迎晒大家咧，隨時可以加入我哋嘅刀仔大家庭。再次感謝所有嘅馬迷，多謝晒你哋。喂，大家馬迷朋友仔好啊！又係我刀仔啊！哇，一聽到我把聲好驚咧，大家係咪覺得好煩咧？好啦，咁首先又唔講笑啊！哇，咁首先咧同大家講咧，哇，而家天氣咧好凍啊！呢1-2日，咁大家馬迷朋友仔咧真係着多件衫啊，小心啊，真係小心冷親啊！即係我都係嗰句啦，最緊要身體係最重要嚇，大家最緊要身體健康。咁我哋先至喺賽馬世界裏邊可以長玩長有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咧首先講翻少少先啦，因為依家我仲係喺度講緊 WhatsApp 系統嗰個同我哋嘅大數據系統個連接嗰個問題啦，同埋我哋俾資訊俾大家嘅所有圖表啦、即場嘅俾料啊，即係譬如話俾穩膽啊，或者俾攬馬嗰啲資訊等等嘅表咧，我哋都係要同電腦連接好晒嘅。咁亦都要同 WhatsApp 系統連接好嘅，咁我先可以即場咧準時咁樣交俾大家嘅 ，OK？ 咁咧另外講少少彩蛋啦，就係我哋嘅 WhatsApp 系統裏邊咧，將來啊，講緊將來啊，就會分成幾組嘅。第一組就係專係收資訊嘅，即係咧大家會收到即場嘅資訊嘅 ，OK？ 咁我以後講嗰幾組咧，係大家都可以隨時去決定自己中意加入去邊一組，或者你每一組加晒都冇所謂嘅。即係咧，我一定會將佢分好咗類嘅。第一類咧，我先講2類先啦，唔講咁複雜先啦。第一類咧就一定係咧做一個公告嘅形式嘅，即係我會將所有即場嘅資訊啊，每一場咧都有嗰啲飛數啊等等啊，或者一啲特別性嘅攬馬，我將來會同大家講詳細啲嚇，嗰啲即場嘅料咧就會公告俾大家，就為一個組別嘅。另外一個咧就可能係如果大家想留言啊，或者去將來可能會問我刀仔一啲問題啊，又或者你碰到有啲問題啊，又或者你會員與會員之間可能會有想大家交流嘅話咧，咁可能就會有另外一個群組嘅 ，OK？即係總之咧，一個群組咧係屬於純粹我係俾資訊出嚟俾大家嘅啫。嗰個群組係冇留言嘅，原因係因為可能好多馬會員朋友仔咧，我要保障翻一啲會員朋友仔嘅私隱性啦，所有嘢啦。咁可能有啲會員朋友仔純粹佢淨係想收到即場嘅料或者攬馬嘅啫，咁就要加入嗰個公告嗰個 WhatsApp 嗰個群組啦。到時我會教大家點做嘅嚇。總之咧，簡單嚟講咧，到時會有幾種嘅唔同嘅形式嘅群組，咁大家咧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群組，或者加晒所有群組都得嘅。最緊要就俾每一位會員朋友仔有唔同嘅選擇，即係例如可能有啲會員朋友仔話，我唔中意收到太多短信嘅，我淨係收到即場料嗰啲短信嘅，咁咪
一個群組啦。咁可能有啲會員朋友仔話，我中意咧大家一齊去分享下，或者去大家研究下二分法嘅留言嘅，或者甚至可能想問下刀仔一啲問題等等嘅。咁我哋咪有另外一個群組等等咯。不論點樣都好，將來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咧都係以多元化嘅形式去做出嚟俾大家去選擇嘅，即係大家有任何嘅選擇嘅方式，你可以選擇純粹淨係收資訊，或者你可以參與一齊喺個聊天室裏邊去聊天等等，大家中意點選擇都得嘅。都係嗰句，我哋所有不論咩功能都好，我哋只要入咗我哋嘅刀仔大家庭裏邊咧嘅會員制嘅話咧，已經係包含晒噶啦。我都係嗰句係唔需要有任何嘅收費嘅，再冇任何嘅收費，亦都唔會話臨場料將來俾啲咩料，要特別要再要收乜嘢費用，完全係免費嘅。OK， 只要大家做咗會員，就已經係免費入呢個 WhatsApp 群組噶啦。OK， 好，咁咧暫時詳細嘅情況咧，我第時差唔多真係做好晒呢個 WhatsApp 群組之後咧，咁我就會正式詳細去公佈，同埋教大家點樣入呢個 WhatsApp 群組，係好簡單嘅大家放心嚇。咁咧喺呢一 part 咧，我就暫時分享到咁多先啦。咁咧希望到時咧，我哋就大家同各位會員可以真正喺 WhatsApp 群組裏面見啦。到時大家就可以收到職場嘅所有資訊啦。因為始終臨場嘅數據加埋精算咗嘅計算賠率等等嘅所有資料咧，係會大幅提升咗個準確度同埋個穩定性嘅，呢個係最重要。呢個亦都係我要搞 WhatsApp 群組嘅主要原因，因為始終大家都知我刀仔係紅燈後買添，啱啱？我點解要喺紅燈後買，我都唔解釋啦。大家以前睇我嘅影片都知道我點解要喺紅燈後先買嘅，因為我曾經講過，當你了解咗數學上嘅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唔好講數學啦，我哋講賠率嘅比例呢個問題，當你理解咗嘅時候，你就知道嗰個重要性嘅所以基本上咧，喺 WhatsApp 裏邊俾嘅資訊更加簡單嚟講，佢係更加貼近市場越貼近市場，你嘅命中率同嗰個穩定性同嗰個機率就會越高。咁希望大家更加理解，好嘛？好，咁唔講咁多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去今日呢個影片嘅環節啦。好啦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就係展示翻上次第39戰1月21日咧夜馬嘅抽咗10匹值得參考嘅冷馬俾大家參考下啦。其實嗰日咧就唔係爆得好冷嘅，都算係，其實唔係太多冷馬嘅，咁都抽出嚟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啦。因為最主要都係對比翻啲方向系統圖案顏色等等，俾大家睇下有啲乜嘢啟發性甚至大家有啲咩想法等等啦。咁亦都俾大家做一個記錄用嘅，好嘛？好，咁我哋就即刻進入去今日嘅 Tips 嘅環節啦。好，首先嚟到第一場4班嘅1000米直路，第一場係好馬膽方面係11號嘅烈焰光芒，佢係杞人安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飛機。而第一配腳係呢隻6號嘅辣得快，佢係何澤堯騎嘅，係橙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而第二配腳係呢隻14號嘅快樂高球，佢係班德禮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而呢場嘅威脅馬係呢隻2號嘅飛來閃耀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炸彈。好啦，跟住嚟到第二場啦，就係4班嘅1200米啦。好，呢場咧嘅馬膽係12號嘅海藍寶，佢係杞人安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而第一配腳係呢隻14號嘅信義，佢係巴道騎嘅，係橙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二配腳係10號嘅龍奧玲羅，佢係何澤堯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都係色仔。而威脅馬方面係 A 級㗎呢一場，呢隻 A 級威脅馬係1號運高八斗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車仔。好啦，跟住嚟到第三場啦，就係2班嘅2000米長途啦。呢一場嘅馬膽係7號愛心神驅，佢係艾少禮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而第一配腳係8號嘅型好威風，佢係金城剛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樹葉。而第二配腳
係2號嘅天象龍區，佢係無險東騎嘅，係黃色圖案，都係樹葉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就係呢隻6號嘅優才，佢係周俊樂騎嘅，係綠色圖案，係波板糖。好啦，跟住嚟到第4場啦，就係4班嘅1200米啦。好，呢場嘅馬膽就係呢隻8號嘅新力嬌，佢係麥道朗騎嘅，係黃色圖案，係波板糖。而第一配腳係呢隻10號嘅魅力之福，佢係艾少禮騎嘅，係黃色圖案，係鑽石。而第2配腳係呢隻7號嘅小魔怪，佢係周俊樂騎嘅，係藍色圖案，係波板糖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係 A 級噶，呢隻 A 級威脅馬係1號包裝名將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飛機。好啦，跟住嚟到第5場啦，就係4班嘅1400米。呢一場嘅馬膽就係呢隻3號嘅威武年代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綠色圖案，係魚。而第一配腳係7號嘅元好運，佢係麥道朗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飛機。而第2配腳係9號嘅喬峰，佢係田泰安騎嘅，係綠色圖案，係色仔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係 B 級噶，呢隻 B 級係5號都靈冠星，佢係布文騎嘅，係綠色圖案，係外星人。好啦，嚟到第6場啦，就係 G1 嘅1200米啦，即係1級賽啦。好，佢馬膽方面就係3號嘅舉步生風，佢係麥道朗騎嘅，係黃色圖案，係鑽石。而第一配腳係2號嘅驕陽名區，佢係布文騎嘅，係黃色圖案，係車仔。而第2配腳係4號嘅精算暴雪，佢係艾杜拿騎嘅，係綠色圖案，係魚。而呢場 A 級嘅威脅馬 A 級㗎，就係呢隻1號嘅嘉應高升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色仔。好啦，嚟到第7場啦，就係呢個4班嘅1400米啦。呢一場嘅馬膽就係呢隻10號嘅長風小子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啡色圖案，係炸彈。而第一配腳就係呢隻5號嘅百勝威龍，佢係希威森騎嘅，係橙色圖案，係老虎機。而第2配腳就係呢隻14號嘅志旺財，佢係田泰安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波板糖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就係呢隻3號嘅亨奇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黃色圖案，係魚。好啦，跟住嚟到第8場啦，就係1級賽嘅1600米啦。呢一場嘅馬膽就係呢隻1號嘅浪漫勇士，佢係麥道朗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樹葉。而第1配腳就係呢隻6號嘅標之銀河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黃色圖案，都係樹葉。而第2配腳就係呢隻3號嘅金鑽貴人，佢係梁家俊騎嘅，係粉紅色圖案，係老虎機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係 B 級嘅，呢隻 B 級威脅馬係2號遨遊氣泡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車仔。好啦，嚟到第9場啦，就係2班嘅1200米啦。呢一場嘅馬膽就係呢隻8號嘅得道猴王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綠色圖案，係波板糖。而第1配腳就係呢隻5號嘅包裝福星，佢係希威森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車仔。而第2配腳就係呢隻7號嘅真心傳奇，佢係艾少禮騎嘅，係綠色圖案，係外星人。而呢場嘅威脅馬係 A 級嘅，呢隻 A 級威脅馬係4號標之星河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黑色圖案，係飛機。好啦，嚟到第10場啦，就係3班嘅1200米啦。好，呢一場嘅馬膽就係呢隻8號嘅開心孖寶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橙色
圖案係炸彈。而第一配腳就係呢隻11號嘅金髮盛世，佢係氣威心騎嘅，係啡色，圖案都係炸彈。而第二配腳就係13號嘅狼來了，佢係田泰安騎嘅，係橙色，圖案係老虎機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係 A 級嘅，呢隻 A 級威脅馬係4號開心指數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鑽石。好啦，跟住嚟到咧第11場尾場啦，3班嘅16米啦。呢一場嘅馬膽就係呢隻12號嘅確好勁，佢係幾人安騎嘅，係橙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一配腳就係呢隻11號嘅包裝戰士，佢係希威心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鑽石。而第二配腳係呢隻9號嘅豐盛，佢係霍雲星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樹葉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就係呢隻2號嘅一定超，佢係麥道朗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鑽石。好啦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就係上次1月21日嘅賽馬貼士嗰個 summary 啦，就係又係俾大家留翻做一個記錄啦，同埋做一個 record 即係做一個參考用啦，即係大家可以對比翻啲圖案啦、顏色啊等等啦，好唔好？好，咁我哋咧就又係啦，做2 part 咧，俾一啲新嘅馬迷朋友仔參考下2分法嘅簡單用法啦，咁又係。舊嘅馬迷仔又係啦，又可以溫故知新啦，因為我哋每次咧都會將呢啲方法改一改，咁啊睇下對大家有冇啲咩啟發啦等等啦，好唔好？好，咁我哋就即刻進入去分箱嘅環節啦。好啦，今日咧我哋咧就攞抽威脅馬，同埋陣間會再抽馬膽嗰 part 嚟做參考嘅。好啦，咁又係啦，1號箱就1至7檔啦，2號箱就8至14檔啦。咁如果新嘅馬迷朋友仔咧，大家要了解一樣嘢啦，就係咧呢啲1號箱幾多檔咧，係自己自由決定嘅嚇，包括主方法所有分箱嘅條件，大家都可以自由去決定。我刀仔只不過係方便，所以做出嚟俾大家一個參考嘅啫。大家要記住，譬如你中意，我假設咋，你2至6檔你係中意嘅，咁你咪2至6檔1號箱咯。跟住1檔或6檔以上嘅咪擺2號箱咯，都得㗎嚇。所以大家記住啊！千變萬化㗎，大家中意點做都得㗎。好，咁咧今日咧嘅煮方法我哋改咯喎，平時係做最高指數，今日做最低指數，指數最低嗰5匹就要。假設係咁，咁大家睇翻左手邊嘅圖表，見唔見到黑色圈已經係圈咗出嚟俾大家方便睇㗎啦，就係最低嗰5隻，就係黑色圈。嗱，依家譬如第7場8號加州星馳有個黑圈1嘅，即係代表佢係嗰一日最低指數嗰隻嚟嘅，喺呢9匹馬裏邊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分箱咯，好嘛？好，第一隻就係啦，第7場8號加州星馳，佢係第一隻最低嘅，佢係10檔，所以要擺喺2號箱，7-8跌落去2號箱。好，跟住第2隻，大家睇啦，就係第2場10號幻影旋風，佢係12檔，所以2-10都係跌落去2號箱。第3隻數到第5場2號星火燎原，佢係1檔，所以擺喺1號箱。如此類推，第1場12號快馬加鞭，佢係7檔，所以佢擺喺1號箱。數到第5隻，亦都係最後一隻啦。第9場嘅5號黃龍飛將，佢2檔，所以佢要9-5擺喺1號箱。就係咁啊，分完啦。目的都係嗰句，先做咗。唔需要買晒咁多場次先，9場馬究竟買邊幾場呢？用2分法就可以將佢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啦。即係例如你1號箱呢個好明顯，你係買3場，買3場有2隻入咗嚟 ，OK？ 咁你買2號箱咪買2場2隻入咗嚟咯，2隻都入咗嚟咯。咁長期大家去統計自己嘅方法，你就會自然知道1號箱好定2號箱好。就係專攻某一個箱咯，到時簡單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即刻進入去下一個環節，就分下馬膽，又改所有嘅條件同方法俾大家再參考，好唔好？我哋即刻進入去下一個環節。
嗱，嚟到呢一 part 我哋又改咯喎，煮方法改咗參數1至2先至買。嗱，係馬膽啊，抽個馬膽出嚟啊。好啦，咁同樣啦，1號箱就係嗰一紮圖案啦，2號箱係另外嗰一紮圖案啦。大家中意圖案點樣調嚟調去都得㗎，大家記住啊。中意點樣調換冇問題嘅。你中意飛機擺喺1號箱又得，你中意魚擺喺2號箱又得，大家中意點做都得。好，我哋依家即刻開始啦。參數1至2，第一場4號智醒大將，佢參數係2，配合咗佢老虎機，所以佢擺喺1號箱1-4。好啦，跟住到2場2號魔法速遞，嗱佢參數係5喎，所以唔符合啦，我哋唔使理佢。3場6亦都唔使理佢，去到4場2華麗再勝，佢係參數1，符合咗，佢係魚，所以佢擺喺1號箱4-2。好，繼續如此類推。5場3唔使理佢，6場6年年有福波板糖擺喺1號箱6場6，跟住去到7場11午夜快車，佢係樹葉，所以佢要擺喺2號箱7-11。跟住同樣8場2號手到齊來都係樹葉，所以都係擺喺2號箱。去到最後一隻9場13海明神區，佢係鑽石，所以9-13要擺喺2號箱。同樣分完啦已經。目的又係嗰句，好簡單，就係唔需要9場馬買晒，我淨係買3場。點解？因為你一定係揀1號箱或者2號箱，啱啱？你分咗出嚟冇理由1、2號箱一齊買噶嘛，所以你買1號箱嘅，咪3隻裏邊有2隻入咗嚟咯，咪買3場馬咯。2號箱就係買3隻，有2隻入咗嚟，又係買3場馬就 OK 咯。個原理就係咁啦。即係講二分法嘅簡單用處就係喺呢一度啦 ，OK？ 咁最緊要就係你當你揀咗一隻馬出嚟先，至於將來你用乜嘢腳啊等等嗰啲咧，我會詳細再去分析話俾大家聽，甚至會員版咧會講埋臨場腳係點樣用嘅將來。但係大家最緊要揀到馬出嚟先，同埋揀到場次先，呢個係本身一個全職手最基本贏馬嘅一個基本條件嚟嘅。如果你場場買咧，就冇得玩㗎啦。大家要緊記呢樣嘢，所以一定要將個場次先收集，同埋最重要嘅就係要有守紀律，呢個亦都好重要嘅。第時咧，我會喺會員片咧會講更加多守紀律呢個問題嘅，因為你要做到全職手咧，你冇紀律咧係絕對冇可能做到嘅，係冇可能100%做唔到嘅。呢個都仔肯定話俾大家聽嘅嚇。好，咁我就我哋今日分享到我哋喺呢一 part 咧就分析到呢度先啦。咁我哋就進入下一 part 就係遊戲馬嘅分析部分啦，好唔好？頭先上一個環節我講緊守紀律呢個問題，其實守紀律佢唔單止你有機會可以做到全職手，最重要你贏大錢都係要有守紀律先可以做到贏大錢呢個動作嘅。因為往往買到攬馬咧，確實你係要有一個紀律狀態，同埋你要有一個數據嘅分析同埋支撐，你先可以做到全職手，同埋係會買到冷馬嘅，即係你會好有紀律咁樣去買一啲好冷嘅馬嘅。咁呢啲全部咧都要靠數學啊同統計學嘅支撐，你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嘅。唔係話去估下，我估呢隻馬去唔去啊？我估呢隻冷馬得唔得啊？呢啲冇意義嘅，我只係咁講。玩得多嘅馬迷應該好清楚嘅，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下咯。呢一 part 好，咁我哋就講一講今日分遊戲馬低嘅部分啦，我哋抽咗遊戲馬低。咁今日嘅煮方法係乜嘢啊？嗱，今日咧條件同煮方法啦，所有嘢我都改晒㗎喎，俾大家參考下，咁睇下對大家有冇一種啟發性啊。第一種咧就係第一組箱咧，我哋係用翻嗰啲圖案啦，我唔改啦嚇。即係呢個係屬於分冷馬嘅圖案，大家中意用咩圖案都得㗎，記住啊。好啦。咁至於咧，箱中分箱我用咗顏色喎，大家見到一號箱咧，係咪藍橙同埋啡嘅？嗱，白色就代表冇顏色啊，因為有啲馬可能如果係初出馬就冇顏色噶嘛。咁我講過啦，分箱唔可以有灰色地帶噶，所以冇顏色都要歸納埋分箱嘅一個條件嚟噶，即係一個元素嚟噶，大家要記住啊。好，咁2號箱就係另外嗰組顏色啦。今日就係用圖案同顏色去作分箱。好，煮方法係乜嘢？下箭嘴方向系統下箭嘴2、3、4就買。假設係咁喺遊戲馬呢一 part。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分啦。好啦，首先睇第一場11號銀亮豪俠，佢係下箭嘴下2配合咗啦，佢係炸彈，所以佢要擺喺1號箱。
佢係啡色，所以1-11跌落去11號箱。好，跟住我哋數落去，第二場9號朗日雪峰下1啊，所以唔配合。跟住如此類推，第3場上4唔使理佢。好啦，跟住第5場10號自有心得，嗱佢係下4，配合咗主方法啦。佢係外星人，所以要擺喺1號箱。因為佢係啡色，所以5-10跌落去11號箱。跟住到第6場11號風起雲湧，佢又係下4，配合咗條件，佢係鑽石，所以擺喺2號箱。因為佢係黃色，所以6-11跌咗落去22號箱。好，繼續第7場9號風繼續吹，佢係配合咗主方法下2，佢係色仔，所以擺喺1號箱。因為佢係藍色，所以7-9跌落去11號箱。好啦，8場8號輕功猛男唔使理佢啦，因為佢係上箭嘴。好，跟住我哋去到第9場12號滿心星，佢係下3，配合咗主方法，佢係鑽石擺喺2號箱，因為係藍色，sorry 佢係粉紅色，所以佢要跌落去22號箱。9-12跌咗落去22號箱，分完啦，咁又係啦，咁大家就可以清楚睇到啊，原來11號箱3隻有2隻入咗嚟啦。2號箱買2隻入咗嚟，咁2號箱同21號箱就唔使買啦嚇。咁大家就因應主方法就去統計啦嚇，自己做咩方法都得㗎。因為你一改咗所有顏色嘅擺位唔同咧，大家都知㗎啦，所有箱跌落去嘅個形式又唔同㗎，所以大家要留意下。反而大家要多觀察，去決定嗰啲條件嘅箱嘅條件，同埋主方法係用咩方法，呢個反而係重點，所以大家要多啲做。又係嗰句，因為佢千變萬化，大家所有圖案一定要揀自己你比較了解嘅圖案。即係例如，作一個 example 啊，譬如你本身個方向係想知道你嗰啲想了解嘅圖案係啱唔啱，你咪將你所有中意嘅圖案擺喺1號箱咯，唔中意嗰啲圖案你擺喺2號箱咯。到時2分法自然就會俾答案俾大家嘅。大家明唔明啊？咁你話我中意嘅圖案擺喺1號箱，擺喺2號箱，唔中意嘅擺喺1號箱都得㗎，冇所謂㗎。大家最要知道自己做咩啫嘛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最緊要一樣嘢就係，譬如你話假設你觀察到車仔外星人或者老虎機對你好有利嘅，我假設係咁啊，咁你咪將呢3個你中意嘅圖案擺喺1號箱，其他所有圖案全部擺晒喺2號箱咯。好啦，至於箱中分箱，你同樣你用乜嘢顏色又好，你覺得邊啲，甚至你話我呢一 part 真係唔知邊啲顏色好，咁你咪將兩邊顏色平分咗佢，然後到時由2分法分咗箱之後，佢話俾你聽個答案啦。因為佢到時一定會將嗰啲得嘅碼跌咗落去某一啲箱度噶嘛。如果佢跌咗去全部都係你唔中意嗰邊箱嗰度嘅，咁咪證明咗你揀嘅圖案係錯咗咯。大家明唔明啊？但係調翻轉喎，你揀嘅圖案大部分嘅碼都跌咗入去你嗰邊喎，咁咪證明咗你個方向係開始啱咯。你就開始要細緻去睇邊啲圖案歸納埋另外一邊，邊啲圖案你可以唔要啊，擺喺另外嗰邊等等咯。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我講呢一 part， 好嘛？好，咁我哋就唔講咁多啦。我哋即刻進入去下一 part 嘅環節，去分線性回歸碼俾大家睇，等大家又睇下有冇啲咩啟發性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就係上次第39戰咧嗰個線性回歸碼嗰個賽果個表啦嚇，就俾大家又係做一個參考啦。陣間我哋就係分呢2 part 啦，即係我哋會將線性回歸碼呢18隻碼，我哋點樣去揀一啲出嚟買啦？嗱，呢個先係一個我哋要分箱，即係2分法嘅作用，希望大家理解。因為有時你話我哋刀仔雖然話提供咗18隻碼，但係你冇理由18隻買晒噶嘛？呢個係我哋即係我哋開台至到呢家一路都係講緊呢啲問題，係乜嘢咧？俾一紮碼出嚟，唔係叫大家買晒噶嘛？大家明唔明啊？所以呢個2分法係一定要運用2分法噶，冇可能全部買晒噶，啱唔啱啊？呢個係好合理噶。咁咪就係睇下18隻碼裏邊點樣去篩選揀出嚟，咁咪可以將所有嘅成本大幅下降咯，係咪？因為始終你成本大幅下降係一個贏錢嘅關鍵嚟噶嘛。
啊！特別我將來教大家點樣用數學模組去令到大家當有咗穩定性啊、機率啊、準確度嘅時候，當你一推得越嚟越大嘅時候咧，大家就知道二分法幾緊要啦。因為你每慳一注，你可能個金額就已經係好大嘅，所以你冇可能唔用二分法嘅。到時係，因為點解？你冇可能18匹馬買晒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如果你到時買到有翻咁上下嘅注碼嘅時候，哇！到時係慳好大嘅金額同成本，而慳咗嗰啲就等於袋翻大家自己袋嘅錢一樣嘅，所以好緊要噶。到時係真係冇可能唔用二分法噶，因為始終二分法佢其中一個功能就係呢樣嘢嘅。咁呢啲第時我喺會員片先多啲再講呢啲細緻嘢啦嚇。咁唔多大家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呢個我哋分呢個線性回歸碼嗰個環節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就係分線性回歸碼啦。咁我都係啦，線性回歸碼呢 part 我會用條件方法嘅，因為咧每次做多啲條件方法，希望大家理解多啲。因為始終條件方法咧係將來喺冷碼嗰 part 嘅時候咧係好有作用嘅。喺呢一 part 咧，只不過係俾大家個訓練，俾大家理解多啲咁解嘅啫。第時呢一 part 咧係擺喺冷碼度用嘅，我希望大家會理解。即係我第時俾大家嘅臨場冷碼又好，又或者將來大家玩緊嘅遊戲碼又好，總之係冷碼。譬如你驚嚇碼都係咁嘅。其實你逢係玩冷碼嘅類型咧，你就要一定要配合條件方法嘅。其實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。特別喺會員片咧，大家會員朋友仔記唔記得我刀仔每次都講分析一個部分啊，抽啲顏色啊，抽啲圖案出嚟同大家分析嘅嗰個部分啊。每次都係其實係製造條件方法嘅一種環節嚟嘅，大家多啲觀察嗰一 part 啦。其實嗰 part 係好緊要嘅。如果嗰 part 大家熟嘅話咧，咪曾經話講過嘅，成日講嘅你17隻馬點樣大幅下降？我買3、4隻，我已經做到啲冷碼啦，等等。其實嗰一 part 咧就係做緊一個條件方法出嚟嘅，即係嗰個方向啊。所以大家要多啲睇嗰一 part 嘅。喺會員片裏邊嗰一 part 係最重要。大家只要一理解嘅話咧，你冷碼基本上咧，你買幾隻就可以中到一隻冷碼出嚟，係好冷嘅碼噶啦。但係大家一定要理解咗嗰 part 先，所以嗰一 part 大家要喺會員片咧多啲睇啊。其實係好重要㗎嚇。好，咁唔講咁多啦。嗱，大家留意下先。依家咧，我哋左手邊嘅圖表 ，OK？我今日咧就加咗啲一啲符號上去嘅，方便大家一路聽睇嘅時候容易啲理解嘅。我會加咗圓圈同交叉嗰啲嘅，見唔見到個角落頭？譬如你第一場見到有個交叉嚇。你唔使理佢圓圈定交叉嘅，只逢係有圓圈或者交叉就代表嗰隻馬咧係我哋今日會講嘅，一路咁樣順落去，大家睇睇下就會了解噶啦，好唔好？好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分俾大家參考下。好啦，首先咧，我哋先講個條件方法咧，就係第一種條件方法就係深1，但係指數要大過64。第二個方法咧，條件方法就係魚係黃色或者黑色。第三個咧就係上1或者下1，參數要4至5，呢個就係條件方法。即係總之咧要配合兩樣嘢嘅嚇。咁如果配合咗就可以分箱啦。咁箱照舊啦，我哋用簡單啲啦，又係嗰啲檔位啦同埋重量啦，箱中分箱就好嘛。好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。第一場4號智醒大將佢係深1，配合咗條件 ，OK， 睇下咯。佢指數係48喎，要大過64，咁即係點啊？唔得，所以一場4係唔使分。OK， 繼續數落去，我哋睇住圓圈同交叉就知道分咩碼噶啦。開始，好啦，第二場4號時間寶唔使理佢啦，因為唔分啦，因為佢冇所有嘢都唔符合嘅。好，第三場1號馬前指，見唔見到佢係上1，配合咗咯喎。參數係4至5，佢亦配合咗，因為佢參數係5啊嘛，所以佢要分。第三場1號，佢當日係10磅，所以擺喺2號箱。當日佢係135磅，所以3-1跌落去21號箱。繼續數，第四場1號之中上落佢係上箭嘴1，又配合咗條件喎，但係佢參數係2，咁即係唔符合啦，差一個。因為要兩個條件符合晒㗎，唔符合，所以4場1唔使理佢。
好，繼續數落去就去到第6場嘅6號，年年有福，佢係深一配合咗喎。睇埋指數先，指數係42，即係唔大過64，所以又係唔使理佢。6場6唔需要理，繼續數落去，去到第8場6號，蒸蒸日上，佢係下一配合咗。再睇埋參數，參數係5，配合埋，即係要分啦。8場6當日係4檔，所以要擺喺1號箱。而當日佢係126磅，所以8-6跌落去11號箱。好，繼續數。第9場2號時時精準，佢係上一配合咗，佢參數係6。咦？咁即係佢唔使分喎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即係呢個第一 part 我哋分完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去下一 part 啦。好啦，嚟到第2節，我哋再分啦。第1場嘅6號咧，銳一咧佢係魚喎，即係得咯喎，黃色喎，亦都配合晒，咁即係要分啦。1場6當日咧係8檔，所以佢要擺喺2號箱，因為當日佢係131磅，所以1-6跌落去21號箱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啦。第2場嘅14號同寶寶喎，嗱佢係魚啊，但係佢係粉紅色啊，所以唔使理佢。好，到第3場6號，佢係深一喎，又配合咗喎，但係睇清楚，佢嘅指數係47，即係大唔過64，深一係咪？所以3場6又係唔使理佢。好，去到第4場5號精英紅心，佢係魚喎，即係配合咗第一個啦，但係佢係藍色，唔係黃色同黑色喎，所以4場5亦都係唔使理佢嘅精英紅心。好啦，嚟到第5場3號紅衣醒目啦，嗱呢隻比較特別啲啦，我講一講俾大家參考下，好唔好？首先第一樣嘢，我哋睇咗深一先，佢深一係配合咗。佢指數係大過64，因為佢係68啊嘛，所以佢係要分嘅。但係大家再睇埋一樣嘢，其實如果你睇魚嘅話咧，佢又係符合咗嘅，又係黑色喎，係嘛？所以呢一隻馬咧，佢係中晒2個條件，唔緊要嘅，因為喺條件方法我哋中邊個條件都要分嘅。只不過呢一 part 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下嘅就係，有時候啲條件係2 part 都中嘅，唔緊要，都代表佢係要分嘅。大家明唔明白？所以佢中其中一個條件方法嘅話，我哋都係要分佢嘅。簡單嚟講 ，OK， 好，所以5場3號嗰日要分，佢係8檔。所以要跌落去2號箱，因為當日佢係132磅，所以5-3跌落去21號箱。好啦，跟住數落去咧，就去到第7場8號加州星馳啦，佢係深一喎，又配合咗啦，但係指數大唔過64，所以7場8唔使理佢。好，去到第8場9號熾烈神驅，佢係深一，今次指數大過64啦，所以要分。8場9當日係6檔，所以擺喺1號箱。而當日佢係124磅，所以8-9跌落去2號箱。好，去到最後一隻第9場13號海明神驅，佢又係深一喎，佢指數又係大過64喎，所以又係要分啦。9場13當日係5檔，所以跌落1號箱。而佢當日係120磅，所以佢要跌落去2號箱。9-13咁樣就係分完晒啦。又係啦，大家睇到結果啦，你1號箱買1隻啦，2號箱買2隻啦，2號箱係買3隻啦，全部都入咗嚟嘅。最緊要就係唔使買晒18隻馬，二分法就係咁啦。咁你又係嗰句咯。如果你話我唔雙中分箱攞嚟做功課嘅啫，咁你話1號箱3隻，2號箱得3隻，我3隻買晒得唔得？梗係得啦。咁你淨係買嗰3隻咯，係咪？但係你會碰到一個問題就係1號箱佢係2隻。都喺第8場啊嘛，所以你雙中分箱一分咗嘅話，佢2隻就分開咗啦。咁你誒中意揀邊個箱，可以再去細緻去決定呢件事咯。咁如果你揀2號箱就唔使理佢，你可以3隻買晒都得，甚至雙中分箱，因為雙中分箱其實去到最後佢都係買3隻，只不過係你做咗雙中分箱咧，就有埋晒其他嘅數據，可以俾大家將來更加精準去理解邊個箱更加細緻。簡單嚟講，你要細緻啲，要知道雙中分箱裏面嘅條件係隸屬邊一種，呢個反而係雙中分箱裏面最重要嘅一個環節，同埋佢嘅功能，好嘛？好，咁我哋就今日嘅分析部分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咁我哋就即刻進入去下一個嘅環節啦。好啦，好快又嚟到最後啦，咁首先咧同大家講翻聲先，下一次賽馬咧就係28號
嘅夜馬嘅跑馬地嘅夜馬嘅，咁咧上載影片咧就會喺26號嗰日咧就會上載影片噶啦，咁大家就留意下啦。好啦，咁首先喺度咧再次多謝大家耐心嘅收聽同埋收睇，同埋咧每次對我刀仔嘅支持，非常感謝各位馬迷朋友仔。咁咧我就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工作順利同埋平安。再次感謝大家。好，咁我哋就喺下次嘅影片再同大家見面啦，各位朋友仔，拜拜。嚟到最後，先多謝晒大家馬迷收聽同埋收睇。咁如果真係中意我哋嘅頻道嘅話咧，就可以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作支持啦。咁咧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咧撳全部通知，咁跟住咧一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如果你真係好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可以點讚啦，同埋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嘅。咁再次多謝晒各位馬迷朋友仔。我哋喺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